而家食茶記、打邊爐或者放題都會用到 QR Code 自己落單，不過並唔係每間餐廳嘅網絡都收得好好，特別係啲工廈或者地牢鋪。掃完個 QR Code，隨時等幾分鐘都撈唔到個餐牌出嚟，所以提供免費 WiFi 俾客人已經係基本。不過一間餐廳閒閒地都10張8張台，講緊最少都幾十甚至幾百人，咁鋪頭裝 WiFi 應該要點樣揀？相信唔少人認為買隻普通家用 WiFi router 就得。如果唔係飲食業，或者都可能得嘅，因為一般家用 WiFi router 就肯定會超出負荷。佢哋嘅設計並唔係預咁多人、咁多裝置同時一齊連接。除咗上網慢，更嚴重會係 router 頂唔順，拖死埋個 network。個客落唔到單，到頭來都係人手落單，成件事就變得得不償失。所以正規少少嘅商務 solution 都會將啲硬件分開，方便管理同擺位。將來升級亦方便啲，而且依家啲 app 同 web portal 做設定，駁好晒 LAN 線，3分鐘就可以 set up 好。就算係店主自己搞都搞得掂。好似台上面就會有齊 Gateway、Switch 同埋 WiFi AP， 佢哋全部都來自企業級商務網絡管理品牌 Omada 嘅產品。Omada ER707M2 會係一台 Multi-Giga Gateway， 提供一個 2.5G WAN 同一個 2.5G WAN LAN 接口。另外仲會有4個1G LAN， 可以同時連接幾個寬頻服務，做到 load balancing負載平衡。軟件方面，佢亦會提供內建防火牆，支援 VPN 方面企業標準，例如 SSL、IPsec、GRE、WireGuard、PPTP、L2TP VPN 同埋 OpenVPN， 做到 Site-to-Site VPN， 連接互通 Office 或者其他分店嘅餐廳後台系統。而管理上佢有 Omada SDN， 可以隨時隨地，不論喺網內或者網外，都可以通過 Web UI 或者 App 以雲端方式集中管理。AP 就係 WiFi 部分，佢就唔似我哋平時見嘅 WiFi router 有啲天線叉開晒。設計通常係薄同埋扁身，方便掛喺牆身或者天花板。而呢台 Omada EAP723 最特別就係已經行緊 WiFi 7嘅制式，支援 BE5000 雙頻嘅 WiFi 7規格。擁有 2.5G 接口並支援 PoE， 可直接通過 LAN 線供電，即使安裝位置附近冇插蘇頭都唔怕。佢一個 AP 可以容納250個 client， 餐廳規模較大就可以選配更多 AP。頭先係講到 AP 可以通過 PoE 插 LAN 線供電，所以 router 同埋 AP 之間就要加多隻 PoE switch。而 Omada 亦有呢一款 SG210XMP-M2。8個 2.5G 接口都支援 802.3AT PoE Plus 制式，每個 port 最高支持30W， PoE 總輸出就可達160W。除咗連 WiFi AP， 佢亦可以用嚟接駁 PoE 供電嘅 IP Cam。另外佢仲有2組10G SFP Plus 光纖接口。除此之外，佢仲係一台 Layer 2 Plus Managed Switch， 可以通過 Omada App 或 Web GUI 設定或者檢視翻客人同內部同事嘅網絡。VLAN 安全分割、QoS 優先流量管理、客人專屬 SSID Bandwidth Control 限制上網速度，更可以喺 Dashboard 檢視翻裝置連去 Switch 嘅情況，隨時用 PoE On/Off、Reboot AP 或者 IP Cam， 咁就唔使有事嗰陣爬上爬落蚊線插線估下。平時家用 WiFi router 駁喺 modem 隔離就得，而家商用 router 分開咗咁多件，咁安裝又會唔會好麻煩呢？其實 Gateway 同埋 PoE Switch 都可以放晒喺 modem 或者收銀機隔離。WiFi AP 就可以盡量擺去鋪面較中心嘅位置。咁啊，因為圓餅型薄身設計，即使放喺天花板或者牆身都唔太覺眼。如果鋪面比較大，或者呈現長方形或者 L 型，容易有死角位，就可以增加 AP 數目去確保覆蓋範圍，更可以做到 fast roaming 無縫漫遊。客人食放題或者自助餐走嚟走去，都會連到最強接收嘅一隻 AP。家用同商用嘅 network 最大分別就係一個地方可能涉及好多裝置，如果每台裝置都要登入去做設定，咁就搞大半日，隨時都未搞完。所以 Omada 就會提供翻一個一站式管理嘅 Web UI Portal 同埋 App 界面，從 Web UI 登入翻 TP-Link ID， 就可以見到成個 network 嘅架構圖同每件裝置嘅狀態。其中一件裝置出問題或者失去連線，管理者都可以即時發現，可以針對性進行維護或者重啟。而且每件裝置唔使獨自登入進行設定，因為所有裝置都已經連至 Omada Web GUI， 即使規模再大，裝置再多，管理者都可以一站式進行設定，例如 Port Forward、AP 設定 Mesh、
甚至升級 firmware 都可以。測試方面，我哋就會試下呢個架構下嘅 WiFi 傳輸速度。畢竟今次試嘅 WiFi 型號係最新嘅 WiFi 7制式，可以兼容翻市面目前最新嘅智能手機。從 Speed Test 測試可以見到 WiFi 7速度就明顯比較快，相比同款嘅 WiFi 6型號 AP 就快約700至1000 Mbps 左右。至於有人會問 AP 唔用 WiFi 7會唔會平啲？其實 WiFi 7嘅 AP 就已經出咗2年左右，價錢都回落咗唔少。部分型號甚至比 WiFi 6嘅 AP 更平，好似依家有限時優惠嘅 BE5000 WiFi 7 EAP 723，依家就只需港幣2399，而同樣支援 2.5Port 嘅 AX3006 WiFi 6型號 EAP 660 HD 就賣緊港幣2999，即係買隻新嘅仲要每台平600蚊，一隻差600，10隻就差6000，而且速度快咗唔少，又細隻咗。好似就冇咩理由要揀翻隻 WiFi 6 AP 啫。